近排咧全運會比賽咧，我坐喺電視前睇住啲運動員衝線，有人贏，有人跌低，有人喊。嗰一刻我突然諗，其實我做保險都係喺參加一場長跑。表面睇好似我哋喺賣產品，但係其實每一次見客，每一次講解都係一場比賽。對手唔一定係其他代理，有時係時間，有時係懶惰，有時係自己。你要跑得夠快，因為市場變得太快，但係你又要夠穩，因為客人要嘅唔係一時熱情，而係長期信任。我記得有個客戶話過，買保險好似報名全運會，唔係因為一定會贏，而係要俾自己一個機會去準備。嗰句說話我記咗好耐，因為現實入邊好多人唔係輸喺能力，而係輸咗喺冇準備。做保險有時好似練跑咁辛苦，重複、孤單、冇掌聲。但係當我見到一個家庭因為保單而渡過難關，嗰一刻真係好似企上頒獎台啦。唔係因為賺咗幾多，而係你知道自己跑嘅方向係對嘅。人生唔一定要做冠軍，但一定要學識為自己保留出路。保險就係人生嘅預備賽。想避免被保險推銷灑得團團轉快，喺留言我想安心，我會回覆你。然後記得追蹤我，保存呢條影片。將來你每次想問保險問題就揾返我。如果你想好似我咁樣揾到錢得來，亦都可以幫到人。càng正確嚟講，佢幫到成個家庭，可以揾我傾傾，睇下你適唔適合做保險台留言俾我或 DM 我想幫人，未必一定可以改變呢個世界。行出第一步，俾個機會自己。